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银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大家镇南宫的消息。镇南宫大甲妈绕境敢会如期举行？这个董事长颜仁彪亲身宣布要延期。昨这个颜仁彪阁讲啊，除非中央下令，因有配合。伫陈时中昨回应讲，唔通互妈祖烦恼了后。头一个是苗栗的姜天宫，伊白沙屯的妈祖宣布延期；再来是镇南宫，嘛伫社群的群组内面，这个社团群组内面宣布讲，经过全体党干事召开会议了，决定尊重专业，将今年大甲妈绕境进香延期举办。安尼一日来，3月小妈祖、中部上个有指标性两大妈祖，拢将暂停举办绕境活动。妈的这个绕境延期来这个举办吼。嘛，全力来支持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啦吼。大甲妈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开记者会宣布，经过全体党干事会议，决议尊重专业，将今年大甲妈绕境进香延期举办，全力支持政府的防疫工作。三面开会，大家就拢同意啊，所以早起才请大家回来庙的来对我做这个说明。大甲妈绕境对坚持举行到决定延期，中间的转折关键是中央的态度真明显。说妈祖是慈悲的啦，那我们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让妈祖担心。26早颜清标先开记者会讲，只要中央下令，因就配合。下晡陈时中回应这话，就伫陈时中讲完，卖互妈祖答忧。苗栗姜天宫白沙屯绕境传出可能有变数。过一天，27日透早，白沙屯妈祖先对外宣布确定延期。过无到1小时，大甲妈嘛伫个社团群组宣布延期。阮这边是暂缓，不是不办。我们如果机会那个疫情有减缓，我们再来请示妈祖。台湾3月小妈祖中部两大指标，大甲镇南宫、白沙屯姜天宫，每当拢是闹热滚滚。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拢放弃原本的坚持，宣布延期，迄才是渐晚，歹互盛大宗教活动造成疫情扩散。